来看这桩中国间谍案，有一对姓柯的兄弟仔伫咧网络看军人贷款的广告，招现今的军人收集国军的情报，或者是替中国发展组织。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甲这对兄弟仔判刑7年10个月，甲7年4个月。另外，红北手起的8个军人是判2年半到10年2个月。在网络刊登军人借贷广告或找当铺业者合作，吸收贿赂蔡姓男子等8位，涵盖各军种之军人交付军人身份证、饷条及在军营偷拍或夹带军事机密等犯行明确。本院被告徐某某等15人违反国家安全法第7条之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罪，分有既遂未遂及蔡某某等8位军人各犯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罪，均自白不讳，并有各相关事证可佐。台南高分检调查，这对姓柯的兄弟仔，伫咧2021年9月连续去中国真济届，因熟悉开教场，而且开公司暗号，收集台湾情报的良告甲伪告。姓柯的兄弟仔吸收一个军人，上济会当领3万不等。因伫台湾发展组织吸收军人，试探机密，兄弟仔拢总趁397万。另外，红北手起的8个军人的身份是包括陆海空甲海巡署拢有。